这就是你说的小路？除非有狼那样的身手，一般人怎么可能下得去？这悬崖之下，直走就是京城。可是，这要怎么下去呢？本王说过，这是条险路。难道殿下曾攀爬而下？本王未曾爬过。那殿下为何我的头越来越昏沉？应该是文野给你服用的治疗离魂症的药发挥药性。怎么会在此时？那我马家军不会昏迷太久。放心吧，本王还有需要你清醒的时候。本王没有骗你，我未曾攀爬而下，因为这悬崖没有人能下得去。如今多一个你，能否安全，就看上天的安排了。陛下也置之不理，那就休怪马家军不客气了。午时已到，攻城！立血誓，求天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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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立血誓！殿下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咱们还不放箭吗？你是说货吗？本王的乐章还扔在他们马家军的手里，此刻若下令放箭，他们就死定了。是，殿下，是小人情急之下疏忽了。弓箭手准备，求真相，放箭！主一将马家郡主在此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！风城大哥，马靖，快请起！郡主，郡主，你还活着，老天有眼呐，老天有眼！
家军誓死效忠君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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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誓死效忠君主。丰城大哥，多亏了文衍和博王殿下，及时救了我。马将军，你赤胆忠心，不该对圣上有所怀疑。马城主被害一案，已查明是内贼所为。那内贼正是通州少主顾清平。这就是他通敌的铁证。郡主，通州少主果真通晋谋逆。这是从通州少主身上搜出来的虎符令。晋人虎符，此事千真万确。他本想将我掳走，幸而得到博王相救。再者，入马府的凶手手中的确持有虎符令箭。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马凤城，你无非就是要朕发毒誓不是？血誓在此，朕愿意当着众将士的面发誓。如果马英将军之死乃是朕无情无义所为，朕将必遭天谴，死有余辜。陛下，张锦，让朕签下血誓。从今日起，马家军归降朝廷，归降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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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降朝廷，归降陛下。爹，你在天之灵等着，女儿与马家军定会替马府上下报着血汗深仇。郡主，姐，参见郡主。哎，郡主，这是为何呀？这一归尚不足以还，所有将士为了爹，不惜带兵上京，舍命一战的恩情，摘星替亡父谢过。郡主，使不得！郡主，你要是不起来的话，我也跟着不起来了。快，来！快起来吧！郡主，这些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。以后你再也不要对我们说任何一个谢字。
我们是一家人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环饼，我平时不开心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吃它，就可以解忧愁。郡主，你尝尝。哎，马静啊，郡主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这个妹妹啊，这武功平平，这就是吃起东西来这万夫莫敌呀。哥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。咱马家军1半的军粮啊，全都让他给吃了。哥，郡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们平安就好，守护马家军，守护你们每一个人，是我爹一直以来的心愿。从今往后，这些都由我来承担。郡主，如今马家军与朝廷已有嫌隙，虽然陛下说不追究，但是圣意难测，日后马家军与朝廷的关系修复，定是我努力的目标。郡主，你所有心思都在马家军身上，你能不能留点心思也给自己呀？这一次，你好不容易躲过晋王的追杀，还有通州少主的毒手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此次历劫归来，多亏了博王殿下数次相救，我才得以全身而退。说起来，博王殿下也是我的恩人。郡主，你听我说，我听人家说呀，博王殿下一身邪气，是个性情冷酷的大恶魔，所以以后你要是碰见他的话，务必保持距离，记住没有啊？一路上，博王殿下虽然未对我说一句安慰的话，但他逼我面对现实，也助我解决所有难关，甚至在通州少主挟持我的时候，他还因救我而受了伤。啊！风城大哥，马静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郡主，郡主！您身上的伤本来就会痊愈，加上赶路，伤口又裂开了。主子，主子，我已经吩咐下人，让他们端盆冰水进来，您冰敷在伤口上，至少1炷香的时间，切不可贪快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府吧，我一个人可以处理。马郡主，殿下怎么会知道是我？我认得你的脚步声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过来探望殿下的伤势，正好在门口看见小宫女端了一盆水，所以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本王的裸身。马郡主，如今才懂得害羞，未免也太迟了吧？上一次是因为我思绪万千，所以一时忘了男女有别，怎能相提并论？那这一次，可以离开了吗？你有伤在身，让我来照顾你。不必。你不准乱动，坐好，坐好。
些上好的外伤药要加上冰敷，才能让药效更好的发挥。殿下已经受伤，难以自行上药，请不要拒绝摘星的好意，让我报恩。殿下曾经经历过很痛苦的事吗？你又想要试探我是不是你曾经认识之人？我已经打消了你是狼崽的念头，毕竟世上面貌相似之人有很多。我只是觉得，殿下很能忍痛，这些伤口应该在赶路的时候就已经裂开了，可这一路上，殿下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痛楚。但是，怎么会不痛呢？伤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忍疼能变成一种习惯，那曾经一定经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悲伤和煎熬。请问殿下，能否教摘星如何忍痛？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在忍耐着。离魂症发作时，你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为了马家军，让自己振作。你已经够坚强了，何须本王教你？马郡主，此时此刻，你不应该掉眼泪。今晚，陛下在御花园宴请群臣，包含你马家诸将。多谢殿下告知。摘星明白，摘星先行告退。殿下，但愿从今往后，你我都无需再忍痛。真会演戏。瑞祥杯，难道陛下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宣布？上次用此杯，是本王成亲之日，
怎会出现在此？参见陛下。众卿，免礼。谢陛下。了，有位。今天发生在城门之事，从此谁也不准再提。是，陛下。好，朕甚是喜欢。坐。敬丞相，马家军多有得罪之处，虽受陛下圣眷，不予责罚。但摘星愿自罚一杯，请丞相大人不计前嫌。郡主言重了，老夫敬重马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。就依陛下所言，一笑泯恩仇，到此为止。哎呀，摘星啊，你能够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，是不是应该更感谢另一个人呢？是，陛下。博王殿下，大恩不言谢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我与马家军欠你一份恩情。来日定会报答。摘星敬你一杯。哎呦喂！你看郡主和博王是不是很般配啊？朕让其嫁与博王，做朕的儿媳妇，如何？回父皇，儿臣也有同感。他俩郎才女貌，况且三弟至今尚未娶亲，我这做兄长的都要替他着急了。却不知三弟自己是怎么想的。三弟，天下未定，臣弟心系军务，未曾想过大婚。儿臣是怕怠慢了马郡主。父皇，三弟这话就是拐着弯答应了。郡主，你别介意。朕的这个儿子嘛，一直都是埋头忙于料理军政，不解风情。朕听说了，你在夔州对所有的求亲者都是百般挑剔，你不会也对朕的这个儿子堂堂博王看不上眼吧？陛下，郡主绝非……坐下，朕没问你。皇族大婚，意义不止于儿女情长，你我君臣共结连理，自然会消除晋国的离间之气，也更加能展示朕对你的恩宠，以及马家军对朕的忠心。郡主，以为如何啊？你讽刺二殿下！下官会一心等着四殿下回来的。告辞。不送。大人，二殿下这生母，当真在与陛下相处之时，还和别的男人有过染？是一个百户临死之前说的。当时陛下在临幸二殿下生母的前半个月，他便与一名亳州军厨关系匪浅，
而二殿下就恰好早产半个月，但兹事体大，没有确凿证据，谁也不敢轻言此事，生怕触怒龙颜。是，但是小的已经查出，当初亳州的民兵甚多已经成为京城一带的官奴。不出几日，我一定把那军厨找出来。要快！现在京城这一带的官奴都归敬降手下调遣，要谨慎行事。是。找到了那个亳州军厨，二殿下的血脉可就脏了。都抓紧时间吃干粮啊！吃完了还得赶路呢，快点！老哥，别再看了，我们这些人这辈子没机会再回京了，十有八九是要死在这官奴营里了。死不足惧，但我有一心愿未了，非逃不可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有个亳州官奴跑了。什么？跑了一个？兄弟们，别吃了，赶快给我搜！往哪跑了？好像是往京城方向。快追！被晋祥大人知道了，我们都脱不了干系。快！父皇有旨，明日起，马摘星将以博王妃的身份住进博王府。王妃？主子，马摘星？你还认识其他马摘星吗？主子，会不会是陛下想让我们在府里找个机会杀人灭口，好让那马摘星死得毫无破绽？是，如此倒是说得过去。闭嘴！本王再说一次，明日起，马摘星就是博王妃，你们要以礼相待，不要露出任何破绽。是，主子。你干嘛？郡主，你醒啦？郡主，我可不可以问问你，你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呀？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你掉进水池里去了。是酒后失足吗？恐怕不止如此。郡主，昨天晚上你走后不久，博王殿下也跟着出去了。在你失足以前，你们俩的确是在一起的，你身上还穿着博王殿下的披风。但在你失足掉进水池里边以后，博王殿下他头也没回，转身就走了。这其中的缘由啊，博王殿下昨晚应该是想对你以礼相待，可是你却喝多了，你对博王做了一些冒犯之举，比如你把博王殿下当成狼崽之类的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陛下刚赐完婚，我就给博王殿下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。哎呀，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呀？郡主，哥，末将无能，鲁莽之下得罪了朝廷，让郡主牺牲了婚姻大事。
风城大哥，你别想那么多。博王殿下乃是堂堂的皇子，摘星与他婚配，一点不觉得委屈，反而是美事一桩。从此陛下便不会再疑心马家军的忠诚了。郡主，你与城主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宅心仁厚。郡主，末将知道，你答应此门婚事，是为了马家军上下。倘若那博王真的是性情古怪男人，末将就算是触怒圣上，也要阻止这门亲事。马京，在。从今往后，你要留在郡主身边照顾郡主。记住，不能让郡主受一点委屈。倘若有情况出现，你书信一到，大哥必定连夜赶回京城。遵命，马竞一定会好好照顾郡主，不让任何人欺负她，包括博王。哎呀，不用那么严肃嘛。你们没有听说过吗？所谓将门虎女，说不定博王他娶了我这个将门虎女，这只母老虎倒霉的是他呢。嗷！郡主，启禀郡主，博王府的马车已经在西宫门口迎接您了。主子，郡主还在西宫口等你，已经1个多时辰了。本王不想与他同行，你先送他回府。主子。郡主，都等了1个多时辰了，为什么博王他还没来呀？郡主，你别害怕，你看没看见我特地跟你穿的一样的衣服？我们就是让他分不清楚谁是谁。如果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生气的话，有什么气就让他冲着我来，冲着我撒，行不行？多谢你为我煞费苦心啊！陛下召见博王，定是有要事。再说了，昨天晚上是我失礼在先，等多久也是应该的呀。郡主啊，你有没有把握跟博王相处得很融洽呀？我怎么觉得未来表示堪忧呢？可昨天之前，在回皇城的路上，博王殿下对我就挺不错的。那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莫非他跟传说中的一样，生性多疑，变幻莫测，难以琢磨？博王给人的印象这么差吗？郡主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叫人就不能小点声吗？你这样很容易吓死人的。二位在做什么如此专注？没做什么，没什么，我们就是无聊讲讲故事，打发时间。对了，博王呢？他为什么没来接我们郡主回王府啊？殿下尚有公务在身，不是有意让郡主落单，特派在下先送郡主回府安顿。有公务在身，他为什么不早说？你看没看见太阳有多大？都把我晒黑了，晒化了。你再看看，这是你们博王府未来的王妃，你们博王不亲自来接她，这传出去还能听吗？你们那就有劳了，有劳了。哎呀，爹。哦，殿下。楚楚，身体还好吗？安胎可否顺利？一切安好。太医说了，为了顺产，可以多走动一些。甚好，甚好啊！殿下，
明日恭贺博王的新婚贺礼已然备好了。有劳岳丈了。楚楚啊，既然大夫说了，你须得多走动，那不如明日陪本王去三弟府上走走，与那博王妃马郡主见上一面，认识一番，如何？如此极好。我听闻那马郡主惨遭灭门不幸，又初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呀早就想去看看她了。初到博王府，我应该给博王他们买一个礼物，以表昨日的歉意。哎，你说，我们买些什么呀？我觉得博王他应该会喜欢灯笼，还有大饼其中的一个吧。这些都是谁喜欢的呀？肯定都是博王喜欢的呀。我揍他！没爹的孩子，活该被揍！打他！别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孩子，抓他！干什么呢？臭乞丐，多管闲事！打他！找打！打他！墨香，殿下喜欢什么呀？习武和练字。习武练字，这个好，这个新鲜。别打了，就找打！别打了！多管闲事！别打！打死他！别打了！住手！你们别打他！快住手！多管闲事！快！大叔，你没事吧？大叔，孩子，受伤了吗？没事。你快回去，不然你娘会担心的。知道了。大叔，大叔，郡主，大叔，你怎么样？郡主，大叔，郡主，怎么办呀？如果放任不管，看他的情况会十分危险。带回王府医治。不可，郡主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恐怕不妥，这样会坏了博王府的规矩的。在夔州城救治百姓是家常便饭，不管他是谁，更何况这里离博王府也近，我就不信殿下会任由他的子民受伤不治。博王府的形象也不能再这么糟下去了。马静，先替我扶着。墨香，你先搜此人身，以确保就算他来历不明，也暂时无法影响到博王府的安危。之后速速抬回博王府医治。灭门对象变成了博王妃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事儿吗？主子也太可怜了。来了。要记住主子的交代，对待郡主要以礼相待，保持距离，不要有太多的交谈和互动，暗中监视郡主的一举一动。这话你该跟傻子墨香说。文言，快救人！小心一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。文言，此人从何而来啊？路上乞丐，饥寒交迫，一身是病。郡主大发慈悲，把他带了回来，说是帮助我们博王府改变形象。怎么样？郡主，此人目前尚无大碍，休养一下，喝一些补汤就没事了。初来乍到，就如此麻烦大家，是摘星自作主张。等大叔身体好了，我便会请他离开。博王若是怪罪下来的话，摘星一人承担。这里有墨萧看着，先安顿好郡主要紧。郡主，这位是海蝶，负责安排郡主的起居。
了解博王府的环境。郡主，请随我来。我叫马静。怎么这么单调，连个下人都没有？咦，郡主，真的一朵花都没有？会不会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，这底下有那个？博王殿下不喜花草，觉得庸俗难耐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有花的庭院。我想博王殿下应该是喜欢干净简单的布局，可以使人心情平稳、安静。郡主，这边请。哎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那边那个院落是博王的起居地，没有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是博王府的禁地。禁地呀！郡主，您的厢房在前面，这边请。丞相大人留步！大人，刚刚急报，有批从京押往边境筑城的官奴，其中一个奴犯逃了。哎，这种小事，不许跟老夫回报。本不该打扰大人，但官兵严刑逼供其他人后，有奴隶供出那逃犯，竟曾于醉酒后说出，他儿子是当今二殿下，死前定要进京见上一眼。属下一查才得知，此人名叫林广，几十年前曾在伯仲的娘娘身边做军厨，而且他还知道，在娘娘的左小腿上有道食指般长的伤疤。你立即派人将所有可能的知情者灭口，尽快的把那个军厨给找出来。是，丞相大人。快把包袱放下来。累死了吧？对了，郡主，你看，这个是你让人从夔州城带回来的包袱，里面有你的衣服，还有细软。给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是他吗？哇，好漂亮啊！谁画的你啊？真好看。这是我娘。不是你吗？怎么长得一样的呀？快帮我收起来。啊，好。幸好还在。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上去好像对你很重要。郡主，你觉不觉得博王府真的阴森森的呀？还有，你说那个禁地里边，它到底关了什么呀？既然是禁地，那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而且博王为人冷漠无情，行事心狠手辣。原来郡主喜欢在别人背后恶意造谣，搬弄是非。本王亲自过来，就是想听听郡主擅自救人的解释。摘星并非有意破坏规矩，给博王殿下赔不是了。不必了，郡主荒腔走板的行为，本王见怪不怪。昨夜醉酒的行为，的确是摘星无礼。还有恣意妄为，郡主擅自收留乞丐，王府严谨何在？殿下，那个大叔他是为了救一个小孩才被人家殴打，打得满身都是伤，然后晕倒在地。我们家郡主从小人善，总不能见死不救，对吧？人善之人，会在背后道丈夫长短，或是不顾礼数，将王府当成夔州城随意指挥。才进门不到1天，马郡主真把自己当成博王府的女主人了。摘星擅自做主，的确有失分寸，望博王殿下息怒。在博王府，一切本王说了算，不许收留来路不明之人。但殿下也并非狠心之人，要不然也不会对失去意识的我不离不弃。我对你并非好心，只是因为你是夔州城郡主，身份与他人不同，而且皇命在身，不得不顾你周全。博王的职责就是要保护子民，我知道博王府规矩严谨，只是他与我爹年纪相仿，摘星于心不忍。若是出了任何差错呢？摘星愿一人承担。郡主最好说到做到，别因为一时的怜悯之心，就随意的施舍善意，又随意的将之抛弃。殿下为何会说那样的话？仿佛他曾经认识我一般。你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你，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你心目中想象的那么好。你看他那爱记仇、小心眼的样子，根本就是浑身长满刺儿，一扎就扎痛人。这也不能全怪他，本来有错在先的人就是我，只是闹僵至此并非我本意。这下该如何化解呢？哎，我们买的东西是不是到门口了？我出去看看。哎，啊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走啊！来来来，都到这儿来。见过殿下。郡主，这些是？一来便给博王殿下以及诸位添了不少麻烦，所以摘星就准备了一些薄礼送给大家。莫萧，我方才在街上发现你看了一眼这瓶酒，所以我就买回来送给你了。你闻，好香呢。来，拿着。莫萧，一个粗人，就不跟郡主客气了。文总管，我给你也准备了礼物。我知道文总管精通医术，不知道这本医书之前是否看过？这是王叔和的脉经，一直没有机会拜读。不过，
无功不受禄，郡主无需多礼。哎呀，郡主就知道你喜欢，赶紧收下吧。嗯。海蝶，我在街上看到这只簪子，觉得特别漂亮，非常适合你。谢郡主，但是海蝶不戴发饰。啊，这女孩子怎么能不用发簪呢？来，我给你戴上，给你戴上。嘿嘿，你看多好看啊！博王殿下，我听墨萧说过，博王府唯一的收藏是前朝书法家索敬和魏全的书帖。博王殿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郡主啊，思虑可周全了。他说你有如此眼光，一定是书法造诣极佳，所以啊，他精心给你准备了这个端砚。你知道去买端砚的时候，那个老板不停地说这个砚台有多好多好多好，可是我没听懂。端砚是4大名砚之首，它至刚而柔，摸之如小孩肌肤，温软嫩而不滑，更具绣面多姿，呵气研墨，发墨不损笔毫。闻言又在诵经了。殿下，摘星自知坏了不少你的规矩，希望殿下可以接受我的歉意，我保证下次绝不再犯。郡主的歉意大张旗鼓，但很可惜，这些书画只是摆设，非本王所好。至于书法练字，更是本王所厌恶。郡主如此笼络人心，攻于心计，都是本王所恶。把东西全都退回去。这些东西都是郡主花了很多心思，跑了好多地方才好不容易找到的，而且价格还不菲，就是诚心诚意的想给博王道歉。就这样退回去，会不会有点太……摘星失礼在前，受责罚全都应当。只是博王殿下，无需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糟蹋摘星的心意。好，你的歉意，本王接受。既然东西归我，那就任由我处置。摘星恳请夫君单独一谈。敢问殿下，是否因昨日赐婚之后的无礼，和今日的任意收留他人，殿下才如此对待摘星？你的为人，只有这些让人不敢恭维吗？殿下此话何意？难道是摘星还有其他地方得罪了殿下？本王确实对你尚有其他偏见，大可直接告诉你。你接受圣上赐婚，除了皇命在上，应该还有利益2个字吧？马风尘在离开前，曾暗中探访过本王。他说，本王与马家军既以为一家人，而后朝廷的大小事，以及将来的出征，也请本王多多照顾。他将以重礼回报。但按照律例，外臣勾结皇子乃凌迟重罪。郡主试想，以本王的个性，会饶过他吗？殿下，要以陛下的赐婚保我马家军的安危，全是摘星一人的主意，与丰城大哥无关。马郡主是聪明之人，说穿了，你是马英之女，谁敢上你？岂不是又让马家军兵临城下？再说，
马副将来找本王，只是试探之词，并无此事。你骗我！为了让你原形毕露，一个因为利益与本王成婚的女子，本王骗你又如何？此次赐婚，我因皇命，你为利益，你我各有所求。在朝堂上，我会好好配合你，演好这出戏。但无外人之事，你我互不相干，并无夫妻之情。也请郡主别处处讨好本王。殿下，摘星不求相知相惜，但求和平相处。望殿下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。郡主薄情寡义，本王为何要信你？婚姻之事，乃女子终身大事。摘星的确盼望能与博王殿下和睦相处，进而相知相惜，绝非假话。郡主是出自于真心，或是假意，本王没兴趣知道。殿下，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无法消除殿下对我的成见？除非铁树开花，本王就相信你的诚意。奉劝郡主别白费心思了。若再要求本王以诚相待，太强人所难。话已至此，郡主是聪明人，应该明白本王的意思吧？你怎么又在吃饼啊？看你这样子，又有什么苦恼啊？郡主，你说我们来博王府还不到1天，你跟博王就处成这个样子，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博王对我成见颇深，看来也只能日后慢慢化解了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博王对我有一种莫名的敌意。那是他有病，你不觉得他看谁都不顺眼吗？虽然他是博王没错，但你也出身不凡啊。以前在夔州城，你也是人见人爱，多少公子那都是趋之若鹜，是不是？他还不好好珍惜。说的也是啊。对啊。大叔，大叔，你醒了？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马静，快去倒杯水来。哦。是姑娘救了我，多谢姑娘。无需客气。这是何处啊？啊，这里呀是博王府，这位是博王妃。博王，当今三殿下。是，大叔，你不用害怕，没事的。小的叩见王妃。其实我还没过门，要不然您叫我马郡主吧。来，您先喝点水。马静，快去拿些汤药过来。他不是喝水吗？文总管说了，喝一些汤药对大叔的身体有好处的。文总管说的。好。大叔，你家住何处？我可以派人把你送回去。小人是亳州人，为了来京找恩人，还能见上一面，亲自道谢。可惜还没有找到
便已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。原来大叔也是有情有义之人，为寻恩人而来。要不然这样，这几天您先在府上好好休息，我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恩人。郡主恩德，小人够。哎，大叔，您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多休息要紧。郡主，汤来了。给。大叔，快，喝些汤药。主子，这么晚审问郡主带回来的人，是不是应该跟郡主说一下？凭什么？这个女人虽然进了博王府，但还不是王妃。属下失言了。只是郡主带回来的砚台，是不是应该修复？属下担心会有违圣意。本王还真是处处受制于马摘星。大叔，我们家郡主那可是出了名的心地善良，以后她就是博王妃了。这桩婚事是陛下钦点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她说，谁敢不听她的话？主子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不碍事，我们郡主会携博王府所有的把那砚台给扔了，帮助你的。大叔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这个人啊就爱吹牛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在这博王府啊，我可做不了主，事事都得经过博王殿下。大叔应该感谢的是允许我这么做的殿下。您快点喝药吧，小心烫啊。二殿下稍后，海蝶已经去通知主子，二殿下专程到访。好，不忙。楚楚啊，这说起来，咱们有些时没来三弟府里了。兄弟之情本就难得，是好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楚楚乐见喜郎真心，以后楚楚会经常提醒殿下，常来三弟府上走动。嗯。哎，三弟，二哥，二嫂，三弟啊，我跟楚楚想着来看一下你跟马郡主，这想着想着人就跑来了，你可别怪二哥鲁莽啊。二哥是好意，何来鲁莽二字？这转眼就10来年了。当年你还年少，是一个被父皇收养的孤儿，我们兄弟也曾一起读书习武。倒是这些年，大哥离世，四弟远在契坛当人质，你忙于军务，我忙于朝政，都疏于联系了啊。二哥说的是，父皇也说过，众兄弟应该相互扶持。三弟受教。三弟，你们手足二人先谈，我去找摘星郡主说话。对啊，这眼看三弟马上就要大婚了，我这做二哥的要跟他好好分享一下夫妻相处之道。若你一直在这边，有些话本王也实在不好说。来，去吧。嗯。文言陪一下。是。来，三弟，咱们坐着聊。广叔，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文总管的药真的很管用啊！郡主，这位是二殿下王妃，今日特意来府。微言，文总管，夔州城马摘星见过允王妃，都是自家人了，又何必要在意这些礼节呢？今后我们姐妹相称可好？摘星妹妹，是。静姐姐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广叔，他为了寻觅恩人，远从亳州赶至京城。亳州，二殿下也是生于亳州，他还经常跟我说让我陪他回亳州，说是想念他母妃做的亳州菜。小的见过允王妃。广叔，起来说话。广叔，你快起来！这小人无礼。小人是因为见到二殿下王妃，心中太过激动。因为二殿下就是小人上心想寻觅的恩人。
这么巧啊！竟会有这么巧的事。是。